各位巴士上嘅朋友，放假係咪想約埋班 friend 出去輕鬆一下呢？又或者同屋企人去郊外呼吸下新鮮空氣呢？搭城巴暢遊深井、青山公路同屯門一帶就絕對係個好選擇啦。首先，大家可以喺銅鑼灣至中環乘搭城巴962，又或者962B， 又快又舒服咁由港島出發。其中962B 會直上青山公路，先帶你去深井同青龍頭，由金鐘到深井30分鐘就到啦。喺呢度有遠近馳名嘅深井燒鵝，同埋各式其式嘅美食甜品，睇到都流口水啊！食飽之後，中意靜嘅你可以去深井至青龍頭嘅海邊同朋友釣下魚，又或者喺附近嘅私人屋苑周圍參觀，揀翻間海景套房用嚟置業或者投資。中意凍嘅你，青山公路沿途就大把嘢玩啦！而且除咗962B 之外，搭962都得㗎。首先經過小欖、大欖，一向都係燒烤、爬艇仔同埋釣魚嘅好地方。而著名嘅屯門黃金海岸亦喺呢度，佢採用歐陸式嘅建築設計，充滿地中海浪漫情懷，而且仲有全港第一個人造沙灘，同埋景色優美嘅露天茶座，啱晒情侶嚟拍下拖、影下相。呢度嘅街頭藝術廣場黃金蒙馬特，每逢禮拜6日下晝都有街頭表演，仲有跳蚤市場，非常熱鬧㗎。沿住青山公路，仲有一系列嘅海灘，即係著名嘅五灣。無論係 BBQ 或者漫步睇日落，都係理想嘅地方。玩完一日，臨走前仲可以去參觀下青山灣畔著名嘅三聖廟，同埋去隔離嘅三聖墟食下海鮮添。之後就可以搭翻城巴嘅962或者962B 翻屋企啦。有關服務詳情，可參閱網上或巴士站嘅路線資料。